喜發財，恭喜發財，恭祝大家龍馬精神，馬到功成，身體健康嘅。初二晚舉行咗呢個馬到功成耀香江嘅煙花匯演啦，裏面係一共分8幕嘅。第一幕咧就係駿馬啟程啦，將整個氣氛咧就點燃到伴住煙花嘅誕生啦。咁啊，共慶新春將呢8字形嘅煙花同埋金元寶嘅形狀設計咧，就祝願大家喺新嘅一年裏面咧財源廣進、和諧願景、和平同埋希望，馬到功成。咁啊，以一個非常靚嘅錦官禮花壇作結啦。咁所以大家咧喺呢一個煙花裏面，我亦都精華選出咧其中3段嘅。咁啊，亦都咧喺大會用咗好多唔同嘅一啲歌曲啦。咁而呢一段咧就係有包括咗有阿爸嘅 Dancing Queen 啦，咁啊阿黃郭富城嘅唱這歌啦，同埋咧廣東嘅音樂就係賽馬嘅。祝願大家有一個新嘅一年馬年吉祥，做生意嘅生意興隆啦，讀書嘅朋友成績進步，學業進步，最緊要所有嘅朋友咧就係身體健康，龍馬精神，恭喜恭喜！恭喜發財 Happy New Year in Hong Kong 18th February 2026 Hong Kong の花火紹介しました。内容好きだからお取りくしてください。あげ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